有无天量的业者利用10外的空壳协会，用交流的名义伪造计划书申请书、甲移民书申请，予中国违法的人入境来到台湾。检察官带警察分组骨落路，找到前平面媒体记者洪庆林出来问话，发觉讲伊牵涉到一个人开2000块来骗移民书，为2017年卡单当中累积上万的中国民族入境，其中都有统政部门的官员，2年来已经赚1000多万。 你有收受中国好处啊？你收多少钱？面的挂嘴暗对记者的问题拢唔回答，今日去台北地检署，伊就是真平面媒体记者洪庆林，伫个后壁的是因某甲伊的查某囝，一家3个人，到员工拢总10个人，全部拢互带入去地检署。检警查到洪庆林利用伊成立的十外间空的人头协会，用交流当作理由。 做假客户书申请书，向移民署申请，和中国人违法入来台湾。根据了解，伊向所有来台湾的中国人收上少2000块的手续费。为2017年1月到今年6月，已经有超过1万的中国人违法入境啊！人头协会赚乌心钱超过1000万，用这种违法的方式入来台湾的中国人内底，还有中国官方的统政官员，其中包括深圳市盐田区为统政部常务副部长李泽贤，还有市统政部长连培公这的人，行澳门违法入来台湾，到底是要来观光的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大选进程时机敏感，互检警唔敢放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